年7月份以来，中共宣布所谓新疆中共病毒疫情增加为由，采取了全面封城清零措施长达3个月之久，导致当地维吾尔人失去了自由，挨饿，被迫放弃所有的牲畜和庄稼，面临经济上的全面破产。令人难过的是，感染中共病毒者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饥饿而死亡。在中共病毒疫情长期管控期间，所谓新疆已进入冬季。这些无效和极端的措施让维吾尔人面临着寒冷的天气，增加了各种疾病的发生。抖音等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中共不仅在伊宁、乌鲁木齐、库尔勒、昌吉等地不断建设和扩建临时隔离点，不管年龄段，从小孩到老人，都被大巴车转送到了环境恶劣的隔离地点。知情人士透露，近几个月伊宁发生了未能及时治疗和饥饿死亡事件。当地政府派专人收尸，不允许家人参与葬礼，也未能按照维吾尔人的习俗和穆斯林礼仪进行洗尸埋葬。事实证明，中共当地政府并没有告知家属死者在被带走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了安葬。10月31日，维权网发布了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的阅读报告。报告通过实名统计，有死刑正在核准、死缓、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刑期不详及羁押未判等进行了统计，共涉及维吾尔族、哈族、回族、藏族、蒙古族等多族裔的政治犯和良心犯1442人。报告特别指出，中共20大期间，各地维稳形势严峻，但仍无法阻止民众对习近平暴虐统治的憎恶和反抗。北京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拉出横幅，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怒吼。而声援彭载舟的许多民主维权人士都被抓捕、传唤和恐吓。维权网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境况是其最重要的人权指标之一。该报告通过定期统计和发布最新信息，揭示中共当下恶劣的人权状况与良心犯、政治犯的悲惨处境，力求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记忆，并予以支持不断的呼吁和关注，制止他们获得自由。10月25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悼念遇难的消防人员，这才让外界知道，当地在中共20大期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由于消息被官方严控，无法得到关注，同一时期，广西、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爆发了山火，但是消息都被受到严格的管控。实际上，新田县从10月17日爆发了大规模森林火灾，但当时中共20大刚刚开幕，山火的消息被封得严严实实。媒体人士称，准确地说，火灾围绕着半个县城烧了7天7夜，大火牺牲了2名消防人员，是在中共20大的会议期间发生。多个平台删除了有关的信息，追悼牺牲者也只是允许本地人在小范围内传播，所有的新闻和头条都没有发布。官方没有公布森林大火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上午开追悼会，中午视频就被官方全部删除。有民众透露，死亡的消防人员不止2名，另外还有百姓受伤。为挽救不断下滑的生育率，中共展开了台面下的行动，其中一项做法是由政府部门打电话给新婚夫妇，催促他们尽快生小孩。27日，数以千计的人在中国社群微博上回复一则贴文，声称自己接到了当地卫生部门询问是否怀孕的电话。在位于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被袭击后，俄罗斯周末宣布退出联合国促成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这可能加深全球粮食危机，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10月29日早些时候用16架无人机袭击了黑海舰队。乌克兰否认了这次袭击，称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武器处理不当。根据路透社报道，新加坡的2位谷物交易商表示，在俄罗斯退出协议后，预定运往非洲和中东的数万吨小麦面临风险，而乌克兰对欧洲的玉米出口将受到打击。
俄罗斯的决定预计抬高世界植物油的价格，因为它威胁到了乌克兰对主要目的地的葵花籽油的出口，包括顶级食用油进口国印度。10月30日，没有船只通过海上人道主义走廊。尽管俄罗斯退出，联合国、土耳其和乌克兰还是推进了黑海粮食协议的实施，并为10月31日16艘船只制定了过境计划。俄罗斯的退出决定遭到了基辅、华盛顿和欧盟的强烈谴责。美国总统拜登说，此举纯属无理取闹，将加剧饥荒。